大胸細胸欖球式餵奶最輕鬆。點解咁攰㗎？加枕頭都仲係咁攰嘅，食極都好似咁辛苦嘅。其實餵母乳有好多方法，唔一定齋用平放式。特別太大胸或太細胸嘅媽咪，想舒服啲位，可以參考外國常用嘅欖球式。先坐直靠住椅背，身體微微前傾，然後用手托住 BB 嘅頭同頸中間位置，並用手踭夾住 BB 嘅 pat pat，咁就以控制 BB 成個身啦。呢個時候 BB 應該同你係胸對胸。等 BB 擘大個口，先將佢個頭放埋乳房度。有需要可以放枕頭嚟減輕手臂壓力，但枕頭唔好放太低，避免個身傾前。呢個方法特別啱大細胸媽咪，因為唔使特登用手托起 BB 嘛。BB 除咗好舒服咁吸住乳房，媽咪都可以輕鬆餵奶。